Budaya Namo Dharmaya Namo Sanghaya。就您刚刚说的，我也就是有同样的，比如说我的很多上司当中，其中一个这样嘎金仁波切，他高龄快90岁了，他也不会英文，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但不会英文，韩语也非常有限的一个青海的一个方言，基本上这样。但是呢，他一讲课也有，应该有时候有60个国家的人在上线在听他的课。看到他的人，在他的怀里，包括我自己，止不住这个眼泪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我也觉得这就是因为他特别还爱，而且他对待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一种一视同仁的无条对件的爱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包珠仁波切在普贤上师研究里面，您知道，就是讲了一大堆的上师的观察的方式和上师的功德的条件，讲来讲去，最终他说是没关系，你真的没办法发现或者知道他的功德，那至少你要知道他是真的有慈悲心，你就可以依着他，他不会害你，他的讲话一对定能帮助到你。这是包主任不起的对一个这个上师的一直上师的这个引导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嘛。所以就是确实是作为一个老师，我们用白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对学生要这样的一个爱的基础上讲的，什么都是有用到的，这个就是对非常受用的啊。所以对呢，这就是这样。那再加上我还有一个呢，就是跟你请教的是，因为您的一些方法比较现代啊，这个，所以有时候这个你也学过西方心理学，当然是也看过各种不同的族群，接触的面积也广，佛法的背景不用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寺院和一些上师僧众啊，包括我们的民众啊，这个佛法家庭的这个背景的这些民众。因为我们都就是不是我们愿不愿意，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但是呢，我们作为喜马拉雅的这个民众，我们的文化的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使命，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佛弟子的一个身份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有义务，这个佛法的这个信仰也要传递下去。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居民和这个情况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方面要特别，就我藏文说的这个扎比，就是要准备心里要有什么准备嘛？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完全是一清一样的那种方式就可以呢？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心理准备？思想上也好，做方法上也好，都一样。对对，因为我现在那个什么 AI 方面，我不太关注，对我这方面就怎么说呢？不太熟悉，对。但是前几年我在观察这个，这也是 AI 的一部分，AI 的一部分。这个VR，对，VR 就是 Virtual Reality，它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这个苹果什么戴了很多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啊，要看到那个整个世界在里面。元嗯。元宇宙的概念吗？还是对，这个 VR 就是他那个戴那个眼镜那个，然后你就是能看得到。现在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他创始人他也做了一个他的那个什么是模板嘛，就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面，就是那个电脑世界里面。所以2年前我记得这个我在欧洲的时候，有一个欧洲的弟子，他在那个法国 Facebook 的那个公司里面工作，对。然后当时候他们跟我联系，你们要不要开一个这样的一个VR 的一个里面啊、对一个道场。
所以我当时我问的是什么道场，VR 里面怎么做道场？然后当时他就大概解释了2个小时。他们现在很多基督教，他们已经开始在那个虚幻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在这个中文怎么说，就是我好像是元宇宙，元宇宙吗？对。啊，对对对，所以他们在现在那个元宇宙里面就开始建教堂，很多基督教已经开始建。然后呢，在那里面他们就开始那个穿那个 VR 啊，他可以在那儿讲课，然后就是他们当时让我看这个，然后就美国的一个纽约的一个教堂，它已经建了规模很大，现在他们那个元宇宙里面也可以买地啊，你知道这个 啊，crypto，然后他们基督现在很多基督教开始在那儿就是建很大的教堂，然后呢，那个神父啊，他就每天就是在那儿讲那个讲课啊，然后他的那些，因为以前教堂呢，他只能这个农村的这个地区的人只能来啊，现在就是那个全世界的人，他可以来，然后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我们现在什么说的那个化身啊，那个注比库啊，在那个幻世界里面。他们他们的那个模板的那个人呢，就是他不一定是一样，他可以换不同的人，所以呢，就是以前的我如果去教堂，别人会怎么想？是不是他孩子太土了那种的？那现在呢，他们可以换那个世界里面，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人来，在那儿就谈恋爱呀、见面呐、就是在那个 VR 的这个世界啊。我当时我想过在那儿要不要开一个道场，然后呢开始讲佛法，然后就我的一个模仿，就当时我有2年前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想，因为基督教已经这个方面花很多钱，教堂，这个是真正的一个，现在很多人他不想出门，就通过这样去接触啊，然后你真的能遇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刚才问的这个 AI 啊，呃，有可能就将来就这样的一个，你说那个什么换什么，换地什么那个元宇宙。元宇宙，对，将来有可能一部分的人就是进去这个元宇宙里面，然后呢，在那里面的那个什么教堂啊、庙啊，在那里面就可能要建那个道场啊、讲课啊，然后会来各种各样的人，我个人觉得会有这一部分人，然后在那儿就是因为就是有一定的梦啊，就那儿你可以换任何，你可以观音菩萨，你也可以文殊菩萨。这个你可以试级啊，所以那个可能观想，尤其是这个我们升起子弟圆满子弟那个观想部分，可能会那个什么坛城啊，这些就变成特别的简单的坛城里面，一下子就整个坛城，然后所有的本尊，然后就那个什么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升级子弟啊，那个升级子弟里面那个智慧尊呐、那个誓言尊呐、那个他们这三宝、一系三宝，我觉得这些那个世界里面可能会更容易有观想和修哈，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方面很多现在的道场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大概多少人，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在中国啊，我去那些很多苹果的店，现在他们就开始卖这个东西，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你看我在佛学院的时候，刚开始那个 YouTube 刚开始的时候，我开了 YouTube 的那个一个，对，当时我讲那个打坐，就大概20年前，对。20年还是18年前，对，刚刚YouTube 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发现，现在你看 YouTube 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道场了。现在很多上师们讲课，明白吧？所以我觉得将来可能这个 VR 的这个世界，
可能这个宇宙幻数宇宙那个元宇宙什么？你说那个元宇宙可能会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能很多庙、很多道场、很多可能你的弟子们可能要在那里要建，我是这样想象的会，但是我呢，我就不太在乎这些，可能在乎的人他们可能会做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现在我自己的态度，就活在当下，不想太多。所以呢，呃，其实对，所以当时你也是，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兴趣和这种动力、自然的这种元气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呢，你没有特别的重视这个元气。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我们就是也要这种广泛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趋势嘛。所以就是也对，要质的主义的，或者哪里有什么优点啊，确实，有什么这个转为盗用的价值啊，这些部分肯定是也要考虑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你也刚刚讲到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些，大家有些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还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是你这嗯，2年前就这样接触，还甚至谈到要不要在那边要建道场，其实这是已经对非常在前面了啊，所以对是这样。那再下一个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其实，我对你这种也比较深刻的一个呢，就是你几年前呢，用现代的那种这种唱诵的唱歌，这个也嗯不是流行音乐的，也是这种方式唱出了这个般若心经嘛啊。那个时候呢，当然我自己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反感，那因为我这些方面本身自己的态度是比较开放，有开放的一些，并不是说是随便拿就是他的事，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如法和不对的，就是那种态度。而且反而呢，就是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或者至少是您做到的是他们愿意听的一种方式，这是也是一个成功。虽然我不会唱，但是呢，我是这方面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但是呢，很多人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言论和甚至也有人骂，等等，对。这本来就是在网络上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嘛。但是那个时候对你也有这种各方面的好评和负评都有，所以你对对那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这是而且你这是为什么这你看，样唱？就哎，我也对对对，是这样，你看啊，对我刚才忘了说，我唱了可能有30奏，就是那个新州啊，唱了很多新州，跟那个安利群，我们当时候对，在那个作曲的人是一个人，然后我们唱的那个录音棚也是一个地方，对，然后当时候因为他就是鼓励我唱。然后我就开始唱新州，啊、对，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因为新州啊，就是很多，尤其是在中国啊，很多人认识我，有的时候甚至在机场遇到有些人在中国，然后说啊，你是不是唱新州的那个？啊，是，对，所以就是那个新州也有，就是就是对我的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一定的帮助啊，因为很多人他不想学，但是呢，听心咒疗愈。也有一次从俄罗斯来了一个人，在找我，在尼泊尔，对，他说他在俄罗斯听到你的新咒，然后他说他当时那个抑郁啊什么病就很严重，然后听了新咒，一直听，就这个抑郁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很神奇的，就是它很这个星座啊，就当然那些菩萨们的加持一直在，那这个再加这个音乐啊，然后大概4、5年前，我在深圳那个青少年的课程，记得是10岁到25岁的中间的那些孩子的那个一个课程，在3天的周末的课程，大部分是我的弟子们的他们的孩子，然后将近大概有70、80个孩子在深圳，然后我们3天讲课，然后我们就是。
听新州打坐，然后几个孩子来找我说，上是这个新州有点无聊，太慢了节奏，这个是年纪大的人可能听的比较适合，那我们就是喜欢节奏比较快的，那能不能上是你做一些节奏快的？就大概缘起是这个缘起，对，年轻人他们说能不能有节奏快的？然后呢，我再找这个节奏快的，因为那尼泊尔他们做曲，他们就做不到这样的节奏啊。然后我就那个在藏地最有名的这个普尔那个有没有普尔的？对呀，对，对对，阿努，对呀，对阿努，然后我就找他们的作曲的人，阿努他们的作曲在成都找到了，特别贵，明白吧？但是呢，就是我就跟他合作了，我们就是做了那个可能四五座，就那个绿度母的也有那个什么莲花生大师的那个几个七经文还是对，有可能包括那个心经啊。嗯对，然后心经就是我们当时在那儿，就是那个 rap 版的心经，是为了那个年轻人，就是为了尤其是为了那些青少年，就为他们就是唱的，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果然就很多年轻人喜欢。你看现在后来我在听说，在拉萨的很多的晚上那个什么，那个晚会啊，他们也放那个心经。一边喝酒一边听那个跳舞，他一边听那个也走藏文的这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的藏族人，他们也就是找我，然后就发过很多信息说这个藏文版的那个 hip hop hip hop 版的那个心经啊，他们就开始现在会就是以前不会那个心经念出来，现在就会念心经那个能念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帮助了很多很多那些年轻人呢，对，就发现是的。就是想那些年轻人，就刚才你问的那些年轻人，就是通过这些什么星座啊那些，对。嗯，好的，但是你看呢，那个看破了，对，我觉得虽然我们要就刚才你说的这个00后也好，我觉得是所有的人，他到了一个年龄，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每一个生活它有一个阶段呐、就到了一个阶段，他自然会就是开始找我是谁。这个是我们经常那个四个哲学的这个四个问题啊，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是谁呀？我的那个来这辈子的使命是什么？那就直接的、间接的，我个人相信这个啊，就是他早晚有些可能早一点，有些可能晚一点，但是呢，早晚他就会有些问题会升级，有可能亲戚家人去世了，有可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什么经济的变化啊，工作的变化，什么环境的变化，你可以包括疫情就是带来了很多就无常啊，就是很多人开始就是学习学佛也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个。印度语里面有一种说法，一个电影里面啊，"Sabka time aayega"，就 "Sabka time aayega"，就是这个所有的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时间，到了这个时间点，他可能自己会去找，可能这个哪怕法也好，上师也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呃真的需要，无论是那个00后也好，无论真的我们需要这个要为他们做什么吗？我觉得可能我是这样觉得，我是我现在39岁啊，那我现在的修行的态度，你作为一个老师的角色，我的态度呢？我现在觉得我先把自己搞好，我每天遇到的人，我怎么对待他们？我每天这个情绪我怎么处理？那如果我在这儿，我们所说的我自己做好榜样，那就早晚
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作为一个老师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太在乎我如何能影响更多的人，我现在特别专注，我一直在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那我怎么处理，我怎么面对，我当时我的态度如何，我当时我的那些什么思维模式如何，我的用的语法如何，对，就大概我现在一直在功夫用在自己的生活意义上。那我觉得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什么，也有印度的一个电影里面，"Mera bhi time aayega"，就是我的时间会来，就是意思是我准备好了，然后就我能帮助无数个人。如果我我没对我准备好了，属于我的时间会到来，是这种对话。对对对，确实，对对对，我是这样，我相信这个，对，是的，所以我是一直在摩擦自己，现在，但是呢，我也非常认同您的这个说法。当然，这是以身作则的各方面的这个是非常认同。但是呢，我刚刚问为什么我自己关注这个悟空的部分呢？因为呢，当然，比如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就是只是长期在玩，他们可能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这个里面出现的观音菩萨或释迦牟尼佛，他们不太关注它的宗教上的意义和这对种对对，教育上的意义。但是有一天您说的这个时间到了，他们开始去寻找的时候呢，就像你前面说的，潜意识里的这个曾经下载的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成为到时候能够应用上的这个一个是的，是的，资料。所以呢，对，我的就是也就是其实是我自己呢，以这个角度在看待。明白，对对对，所以呢，就明白，是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前面已经我觉得包含在您的这个前面的种种的您自己分享的这个开始里面了。嗯但是我本身想问的是，比如说您现在因为很多这个讲法的人非常多，但是呢，也您讲的这些课程啊、日巴的课程啊，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啊，这些各方面这个大家都很喜欢。那这些呢，为什么？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当然是另外一个隔喜后，一个可能是这个学识渊博的人，也可能在讲，他讲的也是法，您讲的也是法，相对呢，这个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那个原因，根本原因在哪里？你看呢，第一呢，你看在欧洲、俄罗斯，先这个欧洲和俄罗斯对，在那边呢，刚才我已经说过，尤其是那个格局牌里面，没有一个活佛、一个上师、一个堪布，啊、在愿意把这样去在家人把这个3年闭关的这个内容这样分享出去，没有一个上师，也没有一个活佛，对，他们可能会讲破法啊，这个那个，就是分开的，但是也不会讲具体的，也不会传那个具体的那些法。所以很多欧洲的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有些刚才我已经说过，可能几十年一直在跟着很多上师，呃，然后就四加行，可能这个五加行做了已经5次6次了。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我所知道的就是对他们来说，好像找到了宝藏了。因为他们也没有时间去3年闭关呢。第一呢，这个他们去3年闭关，去什么亚洲啊，这个印度尼泊尔也需要先要学藏文呐、什么很多复杂，然后呢签证啊，然后就时间呢就各种各样的对，所以呢现在欧洲呢主要就是他们在家人可以自己的时间有空的那个什么时间内，他可以修行，然后就那个所有的法7年内能所有的就是完整的法，他可以能传承，就是能收到。我觉得，所以呢，他们在那儿呢，就是特别的珍惜，刚才说的特别的喜欢，对，然后特别的欢迎，对，因为这个传承的宝贵的法，他们就是这样
那么能一个上师也有传承的一个上师在传给他。在中国呢，啊，这个传承当然也珍惜，对，但是主要我现在发现呢，就是这个，就是人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他就找到一个圈子，就是你看一个人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很孤独啊，就是，然后呢，现在来到热巴呢，啊，这个朋友，现在很多学佛的朋友的，就不找到一个家。欧洲的师兄他们也说啊，我找到了家，我一个人坚持不下，现在找到了师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上师和师兄，我个人觉得很多我观察的时候，就师兄们的力量，如果师兄们他们链接上了，就这种力量，就他们找到了一个家，一个修行的团队，一个互相支持。那如果遇到了坏的师兄，然后就一辈子那会很痛苦和反对。但是呢，就是他就是很多人真的很感恩，但是他就因为热巴，他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家，精神的一个哥哥姐姐妹妹，就这样的链接啊，他比那个外面的一些同事啊那些太那种表面上的，在这儿呢可能链接更深，那个佛法上，对，所以。就是刚才说的，一方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城市啊，也有很多不同的小组队，然后呢，他们之间的那种，就是见面也好，一种链接也好，然后一种共修也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来说，这个可能特别的珍贵吧。对，然后在家，刚才我已经就是跟你分享过，就是你遇到他们的时候，哪怕一年遇到一次也好，2次也好，3次也好，就这个3次的时候，就2、3天的那个时间内，就有可能那个师兄你可能见到一次，或者跟他说话可能几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就是刚才说的这种，他感觉到那个老师特别那么用心去，能无条件的去在真的想帮我们解脱成佛的。但如果他感觉到这个，而且我觉得我主要就是刚才说的，我的课程里面，它不是一个传承，一个方法，一个理论，但是我特别重视这种爱的力量。所以师兄妹，我在强调，我们要真的要互相。你看，你学佛了，学了理论太多，学了那个仪轨太多，学了那个，但是你特别的傲慢，你特别的明白师兄之间没有那种链接和爱啊，然后就学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特别的强调这种互相的那种尊重啊、包容啊、理解啊、原谅啊，然后就我自己也在做榜样。我觉得这个我刚才我跟你分享过，就是跟我的妈妈我在学习啊，妈妈菩萨在学习，然后上师们也在学习。然后我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中国也好，欧洲就是这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元素吧，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觉得确实是，就像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上这个道是佛法圣，圣呢其实是这个菩提的一个之间的，你就是修习菩萨道的或者这个修行的路上的一个伴侣或者一种助伴伙伴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当然包含了善知识上师也可能在里面，但是最主要是经常呢，就是这个相处的这些师兄师姐之间的这个彼此的一些陪伴，但是这个陪伴和宁静和这个力量来自于爱，这个来自于爱的力量，也就是当然来自于您和你的课程。再加上呢，你刚刚说的这些，你课程的这些完整的一些司机啊，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一些结合的一些方法，都肯定是主要是这个他们感到有帮助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比如说现在的人虽然是爱是。
很重要，但是有时候爱只是爱一个人也一个这个概念也是有点抽象啊，有时候可能这样。所以现在实实在在的这种非常现实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非常犹豫、想不开，非常痛苦，找不到工作，非常恐慌，没有安全感等等的，或者有些各种的一些，比如说钻牛角尖那种很多的一些思想上的有一些这种找不到答案的人啊，他们沟通和讲话的时候，又是不失去这个佛法的这个本意，但是又是他们很容易能够接受的一些方式，你跟他们是怎么沟通的？我不是说在这个课堂上的系统的课程，这种一般的生活当中遇到那些人，他们对向你得到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帮助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们沟通？对，这个我一般你看我以前也去过那个美国那个他们那个叫 MBSR，就是正念那个 John Kabat-Zinn，就我们也见过很多次。然后他在那个有8周的这个正念来那种什么减少压力啊，什么那个抑郁啊，什么那个心灵对。主要我在刚才你描述的那些，明白一些，就现在在面对问题啊、压力啊、抑郁啊等等。那我在主要让他们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强调呼吸法，就是那个呼吸法，对，然后就休止啊，就是通过呼吸来如何能心静下来。然后呢，就是第二呢，就是正念，就是那种，就是身体的觉知啊，就是那种啊，对，感受啊，就用很简单的一些对，然后有的时候第三呢，那个大手印里面有一个法，就是我们一般叫这个放松、放松再放松，就是这个特别管用。我讲了一个放松、放松再放松的一个课程。就可能有多少几万人，现在甚至可能90万人有吧。就是那个在千聊的听了很多很多人的课程，他就是身体放松，然后就是自己的气也放松，慢慢的自己的心也放松，然后就也有一点点催眠，那么自我催眠，就也有就是放松，我已经放松了。就一直这样说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就是果然就是感觉特别的放松，就放松、放松再放松。这个方法，我在用很多地方，然后就很多，就他能感觉到一种很自在的这种状态。对，嗯，好的。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当然大家都经常这些心灵方面需要的话，就是禅修。但是这个禅修又讲到复杂化的话，就是也大家听不懂。他们要的也不是理论，是要实际的。对，所以就是您用这么一个简单易懂的方式，然后帮助的话，那这也是就非常，大家需要的。而且这种方法呢，我们也有时候寺院里面呢，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可能很系统性、很逻辑性的讲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我们以为出门在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一开始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后来发现他们听不懂，他们觉得无聊。反而呢，我们觉得没什么内容的，反而他们来讲的话非常有内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接下来呢，就是也是应该说是这是我们访谈的就是一个最后的阶段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嗯，现在我想的这个是对于佛法有一些兴趣，也可以说是对佛法的一些爱好者，或者这种反正有一定兴趣想学习，但是呢，他们又没有机会真正的
去系统性的学习和系统性的去修行的人，有这种很多这种，而且甚至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在网上寻找，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遇到一些错误的信息、错误的人都有的。所以这种现在，尤其是比如说在你接触的这些中国，那些很多华人年轻人，他们也本身文化背景的原因，他们对佛教是很多都是非常有好感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但是呢，对，很多人也不知道真正的讯息，甚至有一些呢，这个印象都停留在这个一些连续剧里面的，或者是一些动作片里面的那些什么这个现象，所以就是这个中间有隔阂嘛。所以呢，我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对于这些人，有点中山人不去说的近乎佛教徒，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人，您对他们的嗯。建议和这个呼吁吗？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当然，已经在轨道上的，相对于他们比较成熟了，但是这些人就是更需要这个建设性的建议。对，我是这样看，你看以前我觉得为什么你看那么多的大德们，那么多的上师们，为什么你不去找他？很多上师，好的上师们，就是一直在讲课，你们不去，然后你为什么去一些，明白在这有没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骗子啊？那还是你为什么去那儿相信呢？然后有些遇到跟他们说，你不要去，不要去那样的地方，你还是去一二三四那个长沙，但是他们还是就坚持去那样的，他们一直去的上师们。然后第二呢，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没有那个此地性的修，没有传承性的修，他就是偶尔有心情的时候看一看，学一学，不心情的时候又几年又消失了，又来又去。我是这样看，你看，无论是这样的人也好，无论是刚才说的遇到那些各种各样的，上师们也好，以前我觉得是为什么是这样，但现在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什么，他的因果，他的命运，所以呢，你看呢，就我们你看都是我也那个佛学院的时候，就是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啊，就是表面上你是一个活佛啊，一个就是哇，但是后面就做很多，就怎么说呢，就是对不起自己的事儿也好，就是一些就是不应该做的，我心里特别的那些愧疚啊。但是呢，你看那这些经历，所以就是积累了，就变成今天的我，今天的田不林代谢。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那些也是一个过程，那些人遇到，那么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更那种迷路也好，遇到一些坏人也好，骗子也好，我觉得这些都你劝他也劝不了，他还是要过这个，因为他的就是这个因果里面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阿赖耶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因，他一定要过这个果。然后呢，如果他有遇到真的高僧大德的一个他的福报里面有的话，他无论是什么样的地方里面，他还是会遇到他自己的上师。如果他的福报里面有的话，如果没有福报，他还是这辈子可能就这样要度过。我们你田波了去，或者我去劝他，没把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把他门关，他也没有办法劝到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业力很重。那刚才说的第二种人呢，就是偶尔学，偶尔不学，偶尔有心情的时候学，偶尔然后就不去那个此地的学。我的看法也是一样，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还没有时间，他的那个嗯。时间还没有到，对，所以呢，你劝他也是浪费时间，就是让他。
我们所说的那种，就等他的那个什么时候打开他的那个有福报，所以如果你问我，那他一定要做什么的话，那他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那如果他找我，他说，呃，举家仁波切，那我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有我吸引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那个骗子的一些人，然后我就不坚持不下，那徐老师我要做什么？那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积累福报，你要去朝拜，你要去放生，你要去明白，就是去布施供养，就你要积累，你要去克托，你要做那个什么，对，就是积累福报。积累福报后，你想要也好，不要也好，你自然会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上师，你自己自然会听到你想要的法。很多，你看，天不了，就是你看我现在真的我福报很大，我遇到很多的上师，求了很多的法，但是我回头看了很多当时我的很多庙里面的同学们呢，佛学院里面的，他们还在卡在那儿，就不去拜大的门。就卡在那个理论里面，卡在这个仪轨上。所以你看，我找他们，跟他们说也那儿有一个大的，你要去，我取了这个法，你也来一下。好，你去吧。我不去听这样的法，就是你看啊，就劝不了他们，他就是没有道，有可能这辈子他就是一辈子仪轨就结束了。一辈子理论，所以他不会实修，他不会，什么这个修一些对那个，大圆满里面那个 take two toga 啊，那个什么凝体游戏啊，那些，就可能很多就一辈子也不想听，也没有兴趣，也不会这方面会吸引啊。然后如果大手印的话，就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帕摩呀、电球啊，或者纳入六瑜伽呀等等那个大手印直观呢。很多庙里面可能一辈子有些就是没有修，就有可能一辈子在庙里面就做一些多尔玛啊、什么仪轨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真的是一个人的一个需要福报，要积累福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积累福报，然后净化恶业，就这两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对，有时候这个姻缘他们一到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难沟通的。但是对，有些呢，为了这个姻缘成寿啊，当然也要自己要累积福报啊。但是我刚刚问题里面有一个是，他们只是像有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怎么去了解，怎么去寻找那种疑惑的人，哎，并不是说是他已经坚持相信不该相信的一个人，不是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啊，中南，您怎么建议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对，这个对我现在刚才我没有完全听明白。那这样的人呢，我的建议呢，你要去找上师，你要找到你的根本上师。你看呢，我虽然从5岁在庙里面遇到很多法王、很多上师们，但是就是庙里面10年，佛学院10年、20年，我没有遇到自己的根本上师。所以我就开始流浪，去找自己的根本上师，就大概花了3年多在整个藏地，最后我在那个南迁的那个一个，现在也是那个 Jobra 寺，但是也不是 Jobra 寺里面，Jobra 寺的上面，我们叫那个一个叫 Serpu，就是金刚什么那个洞啊，在那儿有一个白衣服的，就是我们叫热巴啊，出中塔钦。热巴出中塔钦，他就40多年一直在闭关修行。他的上师就是成就者伽玛诺布，成就者伽玛诺布就是那个16大宝法王，他当时候去印度的时候，那个他的什么就是代表啊，不亲干嘛诺不，我对们对，主见伽玛诺布对，所以他的弟子，所以呢，你看我遇到然后他的那个另外一个上师也对，也在那个我们那个什么
对，所以主要这个纳入六瑜伽也好，这些都是从他那个成就者伽玛诺布对出家伽玛诺布传承的。所以呢，我遇到了我的上师热巴尊他先，他也现在叫那个伽玛诺布，成就者伽玛诺布，当时我叫米拉热巴，第二米拉热巴。那我的上师他也叫现在第二米拉热巴，在这个南迁的这个整个很多，他就那个着火，那个只是着火，他修了6年，在这个洞里面呢。总共大概有40多年在闭关，所以我遇到了他，然后就那个好像米拉热巴遇到了马尔巴一样，就这样的一种，就是好像孩子找到了父亲一样，然后就后来就是如果要就是简单的话，就是后面把所有的法传承，那最主要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直指信心，就是直指信心。就是很多人问我，什么叫根本上升啊？我说你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无明，那谁能解决这个无明的问题，它就是你的根本的上升。就根本的问题无明解决了，那这个解决什么解决呢？它帮你直指信心。那直指信心是说，让你知道你究竟是谁，你不是肉身，你不是感受，你不是意识，你不是念头，你不是无明，你不是五毒啊。你就是佛。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我的上师啊，我的根本上师帮我指指信息后，就好像就已经回到家的那种，我已经到家了，我已经一直在寻找，以为是家在那儿，以为是家在那儿，那最终呢，本来他不在那儿，也不在这儿，没有，就本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点事情，就是我一直在往外找。或者是往内找，它也不在往内，也不在往外，它就是一个明白，就是我们叫骂声绝灭，它不，但是呢，意思是说刚才那样的人，我的建议呢，你去找你的根本上师，有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这个有可能需要你继续要找，你早晚会找到你的根本上师。你一旦找到，很多人说，那是怎么知道我找到根本上师？然后我有的时候说，你怎么找到你的真爱？那么你找到你的真爱，你就不会问他是真爱吗？我真的爱上了吗？你不会问这个问题，你爱上了就你自己会知道，我真的爱上了，明白？就是那种飞飞的感觉，明白？你真的找到了根本上师，你就是那种精神的爱上了。然后呢，再说这个直指信息呢，然后你不觉得你的上司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肉身呢？你看到上司，你看到自己的本性，你想到上司，你就是想到你看到你的本性，你听到所认为的上司的声音，你就听到本性的声音，就是喇嘛切诺就变成好像直指信心，上司就是看到上司的照片也在直指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究竟的爱啊，然后这样的上师瑜伽，就你不用偶尔我想那个上师你在哪里，不是这样的，也就是就是你的本性24个小时365天没有离开过你，那等于本性就是你的究竟的上师啊，外面的化身的上师就是本性的显现呐。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建议他们这样的人，你可能做一个你的人生的一个使命啊，我要找到我的根本上师，然后就开始找。我的这个3年6个月的流浪就是找根本上师。我觉得您呢本身就是有佛学院的基础，当然依止了很多的善知识。就算他不是知识新兴的上师，但是已经是你有这个文思修的这个文字方面的基础和善知识的很多的这个教法的基础。但是呢，有一些人我也发现，有一些韩地的弟子，他们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是你一定要找到像曼拉里巴一样的这个找到根本上师，或者这个像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一定要达到本尊的时候，他们又找不到这个这样的这个理想的一个答案，又不愿意接触实际的善知识来踏实的学习，
这个中间他们耽误时间，耽误到整个是厦门对对人，其实也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呢，我个人呢也是致力向一个不同的方式给这些观众一个建议呢。当然，刚刚任波奇说的一样的，你要这样的一个这个当做一生的终极的一个目标和使命来寻找根本上师，同对时也要跟这些善知识上师，就是除非就是你确定他不是骗子的前提下，你就是要去学习这些感学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两个呢，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在同时。要不然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见得有这么大的一个像任伯奇刚刚说的那样的一个福报的前提下，我们还是也有时候要这种另一种方式的一个保险。所以这对。个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任伯奇您认同吗？是当然这样，对，当然就很多人对，刚才你说的一样，就是害怕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所有的上师们要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直要学习，要打好那个基础啊。然后呢，关于根本上师呢，我觉得要一直要祈祷，一直要祈祷，对，祈祷很重要，那我觉得。最终呢，因为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啊，就是最后的那个段落呢，就是您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荣总佛教频道的这些就是有一些观众嘛现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但是多少会嗯。有一些人在看的。那对最后有没有人不仅您想说的一个补充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始的呼吁啊什么的这样就是对，补充就是我刚才忘了，就是说关于这个，你在问这个欧洲也好，在中国也好，关于这个热巴课程在那种吸引力啊，那我刚才前面说关于这个慈悲和爱，是一方面对。然后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你看，我们就需要就学佛法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我们在这个所说的那个相对的真相和究竟的真相啊，那相对的真相呢，这个二元里面，无论是你学哪个法、哪个派，跟哪个上师，我一直强调，你一直要就是你要就是去一个标准去衡量自己，我有没有进步。就是进步的意思是说，我有没有那个，就是我刚开始入门到现在，我有没有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好的爸爸，一个好的妈妈，一个好的儿子，一个好的朋友，一个好的师兄，有没有我的这个身口意的一些不好的习气有没有减少了，有没有好的品质？就我觉得这个二元里面，你看你也好，我也好，我们那个大家现在听众听的是兄妹也好，就我们喜欢如果有周围一个好人，无论是他是我的爸爸妈妈、姐姐、朋友、师兄、陌生人，一个好人，这个是就是如果你和我们就变成一个好人，我们所说的这个菩萨。就是一个好人呢，就是特别好人，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一个好人，就是菩萨。所以我觉得二元的这个真相里面，我们无论修什么法、念什么经、什么仪轨、什么咒、什么打坐，最终或者看看什么佛经、学什么文字啊，最终我们要看我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变得更好，有没有我的那个身口意变得更好，有没有更温暖、更珍惜那个什么在乎别人，有没有更爱别人，更的关注别人，对，有没有？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慈悲也好，爱也好，就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做人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把所有的理论要功夫下在这个地方，对，二元里面呢。那同时呢，那只是修这个，那我们解脱成佛吗？不会，这个二元里面你会很幸福，所有的人。
想跟你接近，你就变成那个冬天的那个太阳一样啊，很温暖。听到你的声音，他们很安全，疗愈；看到你也疗愈，想到你的时候也疗愈。我们要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直在强调这把的那个师兄们。第一，那第二呢？我们那个究竟的真相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你是佛，我是佛，就是这个肉身啊、阿赖耶识都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所以就是你要明白，就是这个二元里面都不是你，不是你的。就无论是你现在你的五官也不是你，六意识也不是你，那这个所说的莫那识啊、阿赖耶识都不是你，都不是你的。所认为的灵魂也不是你的，那肉身也不是你，五蕴也不是你的，那所认为的我就是无我，本来不存在。那就是所说的那种认识啊，认识到，让我们就是那个所说的法身的佛啊，就你不要去观想，你不要去找感觉，就是刚开始你就是肯定，就是你不是肉身的感受啊、念头啊、意识啊，所有的这些，就现在特别的，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但是你要一直要肯定这不是我，也不是我的。然后慢慢的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肉身的主人，意识的主人，就你找不到这个主人，本来也不存在，你也不用去找。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肉身有生死，但是究竟的你，它超越生和死。你肉身会病会老，但是究竟的你呢？超越生死，你不会病，你不会老，你不会死。那你的意识呢，有可能会有贪嗔痴慢疑烦恼，但是意识不是你，也不是你的。这究竟的你呢，也没有五毒，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恶业，所以呢，没有什么可进化的。所以就是你会明白，你从来没有进入过轮回里面，就是你，所以呢，你不用。你不用分轮回和那个解脱的这样的概念，就完全，究竟的你啊，所以意思是，我一直在，无论是刚刚今天皈依的人，我也在帮他们治理心性。无论是他就学了很多年，就一直在每一次课程，我一直在强调，你就是圆满的，就一直强调这个。然后呢，你看我跟他们说，我们指心性的时候说的是法身的佛。因为很多人问，那我们不要修行吗？上师，我不要念经吗？我不要念。那我说这个要修，要观想，要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那这个化生和报生是我们要修，为了利他。但是法生你不用修，你本来就是。所以，这个究竟的真相里面，我一直在强调法生。相对的真相里面，我在那个化生和报生啊，就是修观想本尊的也好，圣极之地。然后呢，那个化生的那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做慈悲做人呢，所以我在这样去一直在强调，就是师兄们呢。所以今天刚才 Kimball 说，就是有什么最后补充的，最后要说的。那我想说的是。就是无论你在哪个派，跟哪个上师学什么法，但你要这两个标准去你看一下我的修行。一方面呢，我有没有做人方面，我有没有人变得越来越好？我的身、我的口、我的所有的以前的不好的习气，一天比一天少。我的所有的好的品质，一天比一天多。那你跟一个对的上师一起了，你的这个法可能适合你。这个可能派可能那个这个派适合你。那如果你10年20年，你就明白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那有可能有问题。佛法第有问题。二个标准，对，要么就你没有吃药，要么就上司有问题，要么就那个明白你自己有问题，要么就这个法有问题。那第二呢，我经常说，你有没有慢慢的认出来究竟的你？有没有你认出，你就是慢慢的有没有认到究竟的你？那这个如果你
几年跟某一个上师、某个派、某个学习里面，你慢慢的认出来究竟你是谁，那你就是有希望了，你在正确的路上。二元里面你一天比一天有进步，那个出二元里面呢，你回到本来的你，那就圆满了。所以我是这样强调，对，所以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对。我这里也就是觉得您刚刚用的相对的真相，还有什么？就近的真相，对。究竟的真相，我很喜欢这个用字，因为我呢经常呢用的时候，师出地，深一底，其实是有对。而言，这样当然传统的比较听得懂，但是呢，您刚刚那个呢，就是听起来没有什么距离感，但实际上也非常完美的表达了这个二元这个二地双云的这个修持的概念对。嘛。那个就对。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方面的目前的这个您的这个是个二神的这个修持的这个舞蹈这种舞蹈之音啊，就这个部分的，那就是相对的真相呢，就是我们在世俗谛里面的，那就是因果方面的驱使啊，做使人的这个部分，或者身口意的这个次第的修持的部分。那这个究竟真相里面呢，就是无造作无为的究竟的真相，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知识现象的状态，而这两个要非常严密的去结合，要合对。作，对。对。对。对吧？对。所以呢，就是也非常非常感谢如不起